再来看台南的客家有一间以治疗甲预防中风正出名的诊所，最近有2个员工表讲，诊所帮病人做一款唔知影是啥物痧，讲会当预防中风。诊所是解释讲哦，因做的唔是药啊，是保健食品。台南市卫生局表示讲，已经派人去诊所调查，来了解这款痧的来源甲成分。来到这间位伫客家的诊所外面，诊所招牌挂着50档历史。诊所的四处更使看到治疗脑中风的字，一透早病人就真济，附近的民众嘛看真习惯。个人选择啊，观感无共选择也有无共啊。只是这间诊所近期去互伫一个员工爆料，使用标示不明的药物，加上要注入身躯的药剂，嘛拢无向病患详细说明内容。并且一套高级的疗程，就需要自费20多万，嘛是真贵，有扩大不实的嫌疑。对这个爆料，诊所人员嘛出面解说，搁摕出去用指控的药剂，家己讲是大门专利的保健食品，是用啉的，并不是要做的。下杯敢保证伊会好？哦，你若伊会好，人讲开偌济钱就无要紧。是以疗程中是以人参皂苷是给病人用食品辅助的，而且我们在给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跟病人明确的表示这个是食品，而不是药品，病人也都是可以接受的，而且也有给病人看过瓶身，病人都没有任何异议。诊所是强调，每一个月卫生局拢会来稽查，针对一个疗程是真贵，嘛拢是经过医生评估，并且询问过病人的意愿，并无不法。对此，台南市卫生局是强调，将会派员前往了解，确认施派针剂的来源以及成分。那卫生局将稽查该诊所，确认他施打的药剂之来源跟成分。倘药剂未经过核准输入至药品，将依药事法第83条移送侦办。除了查明药剂的成分之外，卫生局嘛呼吁相关医疗的广告，若是涉及扩大医疗的效能，或者是用真气人的用语方式来宣传，嘛会违反医疗法第86条的规定，会当处新台币5万以上、25万以下的罚款。记者王正云报道。